每一天，我需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月7日，箴言12章24到25節安尼講：穩困的人，伊的手要掌權；贫惰的人，要做人的苦工。人的心掛慮，予伊累積；一句好話，予伊歡喜。三甲來祈禱。愛願穩困無貧惰，心無掛慮，來累積的天父，願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信實公義的上帝，你是人民疼痛的天父，主啊！你是阮的避難所，也是阮患難中及時的幫站。主啊！當阮面對困難、壓力甲重大的時，你的聖手要扶持阮，你的氣力要臨到阮，你要予阮脫出黑暗，來進入光明。主啊！面對着濟的困境甲患難，求你予阮有對你來的幫助，予阮無逃避這的艱難，予阮通勇敢來面對一切，因為穩困的人，伊的手要掌權；貧惰的人要做人的苦工。人的心掛慮，予伊累積；一句好話，予伊歡喜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